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日本超人气的动画电影《灌篮高手》。顶礼拜五伫台湾放映，第一天的票房就超过《阿凡达》这出电影，第二天就直接灌破这个票房1000万。也毋过这出电影伫韩国放映的时阵，主角的名拢互改做韩国名，像这个第一男主角樱木花道就改做江白虎。为什么要安尼改呢？来看这个报道，咱讲互你知。俺たちならできる。为咗一年互相加油，湘北高中5个篮球队员出现啊！变成电影，要互民众无共款的感受。不过大家了解湘北队员的名，伫韩国拢总无共款。 여긴 태섭군의 무대입니다. 你无听到韩版中的宋太写就是强盛良田，也阁有樱木花道是强白虎，流川枫是石太雄，三井寿是郑大万，赤木光宪是蔡智秀。漫画主角拢变成反过了后的名字。原来当年这个漫画引进韩国的时，当年的政府排斥日本文化。 所以讲，漫画到电影拢沿用伊的名，形容特殊的文化差异。也无新电影上映，无影响到全世界的民众追随湘北的热潮。不少网友讲，看了后真感动，有一个查某人看甲哭出来，这应该是有这个价值。灌篮高手伫台湾上映头一天票房就超过《阿凡达》，第二天直接超过1000万的票房，伫日本电影中排第一名。 这才是湘北篮球队的实力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